泰国的了哦，家蛮大点哦，是一头白象拜国王，在泰国的，在台湾西港3年1次的庙会活动哦，有那个安定虎头寺呢，那个八美图哦，美女8个都是那个柳树村哦的妻妾呢，后来都学武呢，学武从军呢，哦，厉害呀！然后八美图一出来，9个女的扮演成柳树村和他的8个妻妾，然后再加上普陀寺的哦，那个什么主委庙的主委还是什么人哦，很多只的马，很壮观呢。